要补吗？补吗？要补吗？补来，补充知识，叫你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妹仔 AYO。伫网络顶悬吼，咱定定会看到有人咧讨论，互华语影响的台语。毋过，恁敢知影，准讲是用全华语咧生活的人好啊。咱若斟酌甲观察，就会发现吼，有真济接咧讲的词，其实是为台语来的哦。伫台湾，华语其实受台语影响足大。今仔日就要甲大家分享遮受台语影响的华语词，顺续吼来看一寡接用词，因正确的台语发音，啊，佮有用字的选择。啊，咱今仔日就甲遮的词吼，大概分做4类来举例，看了你就会知影讲，哦，原来这是为台语来的。安尼吼，咱就来开始今仔日的主题哦。头一类用华语念的台语汉字，要教这类的词吼号名，真无简单，真歹想，所以咱直接来举例，大家可能就听有啊。譬如讲狱卒，其实是台语的不准，白目是白目嘛，对无？龟毛台语念做龟毛，亮光一听就知影，毋是华语的词对无？就是两光啦，台语讲，哦，这人真两光，安尼。臭屁，台语安怎念？臭屁，无唔对，就是臭屁。半桌，半桌就是办桌，办桌请人客，过来。好料，食好料，好料就是咱台语的词。543就是台语的543吼，莫伫遐讲迄543，老神在在就是老神在在。3不5时，台语就是3不5时。后天错，台语念做透天厝。鸽子戏听了就感觉怪怪，伊其实台语叫做歌戏。来撇步，台语安怎念？撇步无唔对，咱安尼甲伊全部念一摆就知，因本地拢是台语词哦。毋过咱定定会听到有人用华语来念这个词，啊，用久啊，讲惯势了，就偷偷走入去华语的词库啊，这个词对华语来讲，嘛会当算是一种外来语啦。啊，毋过有一寡台语词，若是硬要用华语来讲，譬如讲儿子间，来儿子间到底是啥？其实就是蚵仔煎啦，教育部的书店改写做儿子煎。你看你若安尼念，人听无你咧讲啥。伫遮咱就会当来思考一个问题哦，是安怎咱会想要用华语来讲遮的台语词咧？咱搁来举一个例哦，像讲咱若是看到日文的汉字，这3字。你会想要安怎讲？你若是有捌日文的汉字，知影这个词是大丈夫，应该看到就会想要讲大丈夫，袂甲伊讲做华语的大丈夫，对无？所以到底是安怎？咱看到台语词，咱的语感知影是台语的时阵，煞会用华语来讲呢？这个问题就留互大家家己想看卖。嘛欢迎留话甲我分享哦。凡细想想咧你就会发现讲，切，我就直接讲台语就好啊嘛听起来搁较适拍，对无？接落来咱要来讲第2类，甲台语词用华语写。其实就是甲一寡台语词用华语来翻译转写的，譬如讲续摊，就是甲刷摊这个词连刷的这个意思用华语甲伊翻出来，变做续摊。偷吃步对照台语的偷食步。大小声就是甲台语词大细声直接翻过来的。抓龙其实是抓铃，卡到音其实嘛是台语的卡到音。头壳坏去，原本是安怎？头壳歹去，无唔对。很俗这个词有2种啦，一种意思是讲作俗的，另外一种意思是作怂的。怂第2点会解说做无知识、唔捌世事、唔捌礼数的意思。落尾这个咧，路人扛棒才会看到黑白切，来这个词一看到就想要食卤味，就是台语的乌白切啦。这款的词绝对无算是咧写台文，甲台语词内底的概念吸收入去华语内底，经过翻译，才创造出华语的新词。像这类的词嘛，有影足济啦。你若有想到嘛会当留话伫下骹，甲大家分享。第3类，华语内底的台语文法。
刷落，咱要来看真趣味的第三类啊！伫咱普通时啊，讲甲真自然的华语语句内底，竟然藏有台语的语法哦。譬如讲，来去乡下住一晚，来去就是来去，来去，咱来去夏威夷哦。这个来去就是去的意思，后壁加动词，表示动作要开始啊。啊，这就是台语的语法。啊，还有这间餐厅不错吃呢。这个不错吃，其实就是咱台语讲的袂歹食，直接翻译做华语来使用。不错变做助动词，表示食起来袂歹，好食。还有，他真的有够欠骂呢，有够甲欠骂哦，拢是台语的语法咯。有够做副词使用，会当强调语气，像讲有够夭寿。过来，啊，你明天有要去吗？内底这个有就是台语重要的特色，后壁接动词代表经验，完成某一个动作。华语的有是动词，后壁接名词代表有这个物件。我觉得说这样比较好。内底的说，伫台语会当当做英语 let 的功能。我感觉讲，我想讲，我发现讲，安怎拢会使。啊，华语的说是动词，后壁会接名词。我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内底的这个是嘛是咱台语的文化咯。搁有一句，这站啊。足接听到的，就是看你没有，看你没有这句话，一听嘛是做台语的感觉嘛，伊就是为台语的看你无吼啊来翻译过来的。其他吼，搁有像讲廉价全台走透透，来这个走透透就是糟透透吼，你不要再黑白讲了，吼，真正有人在讲话，好，你莫搁黑白讲啊的意思哦。明天要加减去运动一下，来这个加减。就是咱台语的加减啦，明仔吼加减去运动一下安尼。你是来乱的吗？来乱的嘛是台语的来乱呢。落尾我手再酸，这里再嘛是咱台语的用法。我手咧酸，啊无华语就直接讲我手酸，安尼就好啊嘛。吼，所以讲这个文化语法吼，伫学校的华语教学，也是讲课本内底吼是看袂到的，因为吼这拢是为台语来的哦。为咱遮记的例来看，咱会发现讲语言是有流动性的，伊会对时间啊、环境啊，佮有文化之间的接触会发生变化。台语文化的元素嘛，因为安尼，互华语调度吸收去啊。因为台湾实施国语政策了，几十年来的教育吼，拢是用华语做主体，所以咱定定会较有感觉讲啊，台语啊去互华语影响着。啊，毋过其实华语吼嘛有受到台语真侪语法、语词的影响，啊，真侪咱听起来，这词应该是华语翻过来台语的。其实吼，人早就有收入20世纪的台语词典内底啊。刷来第四类，用外音、照音来写台语。上尾这类吼，应该是咱普通时啊上接看上济的啦，就是讲吼用华语啊、注音啊、数字、英文字来写台语的。反正就是吼用照音的方式来导，譬如讲招团，其实是台语的招团。招一群人做伙来买 QQ 真奶半糖去冰，这个 Q 其实是咱台语用来形容口感的一个形容词，像讲这麻糬吼食到做 Q 的，哦，就会用这个 Q。搁有，我绝对挺你，挺不挺？哪次不挺？华语的挺其实并无支持的意思哦，因为这个字吼是为台语挺这个字来的，写作挺其实吼是照华语音尔。奥克吼，这唔是讲为奥地利，也是讲欧洲来的人客，这是咧讲迄款吼足傲、足烂，互人看到吼足倒弹的人客啦。台语号做奥客。盘子，搁较唔是咧讲人是碗盘，或是撇啊，这是台语盘啊的火车文的写法，意思是讲哦哄骗钱安尼啦，盘啊啦。搁有足侪咧吐槽，伫台语念做吐槽。紧绷其实是台语的。紧绷，腔这个词，这几档应该足接听到对无？因为台语这个腔这字来的这个意思吼，原本是偷体，也是讲讲欺骗的意思。腔阁有一个接听到的用法，叫做好腔，讲人啉酒醉安尼的意思。啊，这个词有可能是为台语控腔这个词来的哦。控腔这个词吼，就有行路袂稳吼，也是讲人足虚弱的意思。速配其实是台语的速配。
呛声，台语叫做呛声，很秋，你很秋嘛，吼，这个秋其实唔是什么秋天的秋，台语正确念做秋，吃药秋，想讲秋条，伊就是轻浮不庄重的意思。啊，秋这个字本身就有一种发情的意思啦。儒一定有听过嘛？迄个人做儒的，这个儒吼，伫台语正确念做儒，日乌儒，也是了乌儒，拢会使。摇八叉无理取闹，也是讲作乱的意思。桥，这个桥其实写做吃腰桥，有调整、参详、处理的意思。所以咱常常会听到讲，我要去敲代志，这个敲其实是写做安尼哦。母汤其实唔是母汤，是唔汤，正确的写法是安尼写。经，这个经台语汉字是安尼写，伊就有迄种惊开的感觉。突锤其实就是台语咧讲的突锤啦，突锤什么意思？出差错啊！鸡婆一开始吼是管家婆的意思，所以写做家婆。最后一个美角。常常听到对不对？伊其实是为台语的美角这个词来的，就是要领、诀窍的意思。大家以后就知影，唔通阁写唔对啊！哦，这类的词吼，足侪个啦，真正讲袂了。咱为这类的词甲看，就会当知影一项事实：咱日常咧书写台语的需求其实真悬哦。不过大部分的人过去吼，拢欠缺机会来学写台文，唔只干那会晓用外音的方式来学白道。安尼的书写方式吼，凡说真侪人会感觉趣味好耍，啊，不过用华语来写台语这款方式，若讲发音嘛、声调会走进去，搁有意思嘛会无到达，定定吼会互人三无涨。啊，咱台语其实早就已经有系统化的书写工具啊，真正有足侪人吼是看频道的影片，就学会晓写罗马字啊呢。宝宝台啊，进前咧讲台湾的文字系统迄集。还未看的朋友，会使紧来报一个。用英文吼写英语是足正常的代志，对无？所以讲用台文来写台语吼，才是正确的做法哦。好，咱今日介绍的这4类语词，大家听了吼，敢有雄雄发现，原来咱的生活当中有这么多使用到台语概念的部分。下底吼，咱就来做一个结论。第一，若是伫生活当中啊，拄到台语词，其实吼，我真鼓励大家就直接用台语甲这个词讲出来就好啊。骂完就骂完，蚵仔煎就蚵仔煎，食了吼顺线配银钱。第二吼，写台文吼，唔但会当帮助你呈现正确的意思，啊，对语言甲文字的标准化、普及，啊，佮有教育，拢有真大的帮助。对这个语言嘛是一种尊重啦，吼。像咱若要写英语 ，How much？咱就会用英文的书写方式来写，吼，对无？袂改写做 How much？对无？安尼写看起来足无水准呢，吼。第三，看到台文吼，若一时看无啥有，这是正常的。任何语言的文字书写，啊，若无经过学习，看无、读无、袂晓写，这是理所当然的嘛。除非吼，你天才啦，可以另外讲啦。所以讲，免烦恼、免紧张、免生气，要学是一定有才调家学起来的，绝对无你头壳想的遐尼困难啊。我陪你吼，加油！第四，讲到这。要伫你的日常生活写台文无？这是咱大家人的自由，你会当思考，吼，会当家己选择。不过吼，若是咧做文字相关的工课，我200%啦，甲你建议甲鼓励啦吼。台语一定爱用正确的台文，好好啊来写，这才是尊重语言的一种 common sense。用火车文啊、外音少字吼来学白道。有影吼会互人感觉无水准安尼啦吼。以上就是今日宝宝台要补充予大家的知识。这集的课本是甲台文社群创作者阿东老师来合作的哦。嘛想要邀请大家来观察看卖，你的日常生活当中，敢阁有其他的思维也是文法，其实是为台语来的咧。若是有想到吼，欢迎你伫下卡留话甲我分享哦。你的支持是我拍影片的动力，欢迎点赞分享，有订我的频道，一定爱试落哦。若要岛内吼嘛足方便哦，伫下卡是超级感谢，安尼就好啊。多谢努力，安尼咱后集再会。后壁有足好听的音乐吼，会当留落来听哦。好，拜拜。